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喺節目當中，我推薦好書本大家，最近大家喺屋企放熱唱冇？哎呀，人啊，有好書派點大家日都會覺得當歡喜哦。邀請到了解裏邊係大家非常喜歡嘅兒童文學作家金淑妮先生來到節目當中，我分享佢嘅新書《人與思想》。看到思想，會幫你想到思想義麼？到底今本嘅呢新書兒童大家睇乜嘅內容呢？先來分享先生，淑妮先生好。大家好，我係金淑妮。真歡喜今本嘅要來讓大家介紹我嘅新作品。哇，掌聲鼓勵！我非常期待，因為大家看到先生，都會有 surprise。因為先生你嘅寫作嘅風格好當多年。其實係我會寫小說，然後寫童話，然後上次咪會寫到散文所以其實作品阿慢都冇強人嘅面貌。所以咪得嚟當到獎嗬。有啦，有本鼓勵到。係啊，所以先生基本已帶來了一本《人與思想》嗬，看到呢一畫面，唔知大家有注意到嗬？你男女主角小號有哪兩人工啊？韓國你有倒影，仲有時空穿越。個倒影它唔會閃到當個會閃冇強人。係啊，你故事台，你現台嚇。所以而家一看到人與思想，問大家講有上到思想記冇？嚟先生呢本書，靈感係乜嘅？大本係乜嘅感動？其實最近到思想記有到關係啦。最近小行那個人工係舞台戲嘅人工舞台戲。我記得上擺有來介紹過《春花望路》了本書，我講我寫老阿媽，台灣嘅老阿媽，台灣嘅阿婆嘅故事哈。其實咪係一隻阿婆嘅故事啦。呢隻阿婆好特別嘅時候，為所係佢係做舞台戲嘅挑手。挑手係乜嘅意思哈？水裡去打挑嘅啊。佢要按到挑手啦、二手啦，挑手嘅意思係操作嘅人工啊，在喺手嘅操作人工啊，在喺講故事。二手是上次講到欠新路啊，乜嘅上人上啊，二手是好簡單，最重要嘅係挑手。兩隻故事啲本都講係老阿婆是係一隻什麼嘅挑手。其實兩種嘅事情對解擺挑擺來講係清少啊，大部分嘅挑手全部係寫來嘅。係，因為我看到故事嘅時間，我其實有當到嘅語文，當到嘅好奇。我相信肯定有啲戲團啲舞台戲有啲什麼挑手。不過大體你哋腦部看到廿台戲戲棚路看，大體係寫來來做。你咪係挑白人講，可能係咱唔成片嘅，天理又偏地，冇呢係一個問題係冇？多少有啦哈，像解擺青豆事情嘛係像是寫來一張做嘅做。那我去研究研究一下，樣板因為就寫埋挑手有都係講我較創新啊。我看冇其他嘅來嘅咧，你戲攏是本冇有傳下去，就都係講該時節我看可能冇天後種冇乜嘅，該什麼係特別去擺套師傅去學起來啦。所以雖然講冇錢多，可是嘛就十幾個朋友真進來阿婆挑手嘅故事，因為寫兩本書是要去研究。可是你睇係冇愛講，真正有兩隻故事啲咪讀到阿婆冇？其實係冇兩隻阿婆，不過兩隻阿婆嘅故事啲咪讀啊，係全部當到阿婆嘅故事，留佢記下。所以第呢一本書啲度做得感受到到底挑擺舞台戲係用扮演來做呢本書咧後尾還有咧舞台戲嘅小百科，本大家看書時做得學當到嘅知識係沒有當到嘅問題，值得大家思考。像呢本書啲度，我看一打開來，大家咪看目錄係乜解啊？我發覺當貼片有五團，五團係一本書，五團你講五隻。折衫嘅折子是從看戲一樣嘅，一對照你思想記，強融咧。其實開始寫時間是要特別注意到咧，提一隻按照經驗
就是看到啦，亲将亲欢喜样的哈。对《西厢记》来讲，是嘿，了只男主角看到崔莺莺小姐，觉得哦，了只相国夫人呢，嘿，了只小姐七彩动这样惊艳。那对两本缘起西厢来讲，是嘿个只小男生啊，我们的小男生主角叫阿杰，阿杰看到阿婆。跳秀啊哈，该操作该只布袋戏的木偶，系只动将的洗阿蛋啊，嘿洗阿蛋，就该手跳那么，其实都哦，该马皮姐阿婆超很厉害啊哈，一张木头做的人工啊，去做得到去变到哦，真紧一架手跳那么的小姐啊，所以其实起到。当心情当上来让阿婆学习嘛。嘿，韩国咧每一只段落吼，日本大家讲又变戏又口风，嘿，又苍天又染幕，慢慢到口风。口风哈是真神奇哦哈。在戏上记里边都有只红娘小红娘，伊系嗰只崔莺莺小姐介绍人是从的啊。嘿，佢系你用日文讲按照福司机诶，福司咧只小姐丫鬟呐哈。该故事里边都是其实是绕咧只小姐绕该只公子牵红线嘛，所以你了后通下会讲唔系讲满音波是系讲红娘其实红娘诶典故是从西厢记来诶。啊，了只缘起西厢里边都会只故事是系讲了只阿姐啊去绕阿婆学舞台戏。學教之間比賽，要舞台戲團啊，來比賽時間，佢發現講，เรา去比賽嗰隻學教嘅跳秀，竟然係一隻姐妹啊！你一隻姐妹跳秀啊，阿姐對佢們係驚豔，覺得很好看，就對佢面前唔定用扮嘅面是會面風幾張嘅啦。你嘅同學按照阿香是小姐。講原來你遇到意中人啦！mang đi了只對面學校嘅嗰只細妹跳秀，讓阿香係小學嘅同學，其實เรา去牽線介紹佢兩隻熟識咁樣啦。可是因為佢都係愛考，慢慢愛考試嚟讀高中嘅，所以了只細妹嘅 vocal 是冇希望講佢按走時就男朋友哈，所以是。冇人份，係冇人份。可是阿姐性感都是會知道我係到我慢慢想會做嘛㗎，我到去熟識是好，所以了只阿香是到去傳信，是強因西廂記裡邊都係小紅娘咁樣啦。我們本人發現咧，西廂記裡邊都沒就考紅哦，係該相國夫人就崔莺莺嘅媽媽哈，第幾道去牽線時間。有把真緊要去捉來拷問哦，拷問打所以按照考紅啊，倆故事裡邊讀阿香美就讀到安尼來聽考。是兩本書本去對照是錯啦。所以你讀了演戲西廂的時節，做啲那人西廂記啊，對聯看，對聯看都有意思呢。係，你欣賞啲寫嘅時節，你角色嚟你投射哈，你經過需要講再次來看西廂記，就來設定你嘅角色。融入啲舞台戲，其實發動到係新鮮。有，好，其實西廂記裡邊讀你好熟悉的是該兩隻主角嘛，韓國相國夫人嘛，韓國紅娘。可是緣起西廂裡邊讀你角色是青島咧，像該天生就講到國寶級嘅嗰隻姐妹跳秀、阿婆跳秀啊，基本就幾個感情的故事。韓國阿姐了隻小男生，佢爸爸媽媽佢兩碼親生起佢爸爸係台北市嘅牛肉麵節冠軍師傅，佢煮嘅牛肉麵真好食，我開牛肉麵店。可是佢媽媽係台北北京該會大學國文系嘅高材生，呢兩個人有冇結婚？兩個就輕鬆嘅故事。第三台是阿姐對佢嘅學校看咋，嗰隻姐妹跳秀按照燕子佢對燕子心裡的喜歡，所以三台人嘅感情啊。哇，三台人春下來哦！我用一次到一本書裡邊佢要當到神奇嘅本大家自家來簽嘅線索，因為佢講三台人要自家冇共用嘅煩惱。到底用乜嘢解嘅呢一本書？
很美最美有在圆满的结局，你係大家都好看到的嘛，哈。所以大家一邊看的時間，緊啲思考也講，讓自家中落去，那很美個阿姐，我對唔到嘅好人等等，也係當開放嘅，我哋除咗講故事地圖嘅情感嗬，一切係本大家。做得落到了樹地圖，當在意哈，一定要扮演啊！其實除了情感的問題之外，對你下學生啊升學的問題沒有提到啦。你知道線上自家做告訴安東年嗬，我知道有影響，有一種可能快嚟討論的空間，本大家就去思考講，到底我愛教練也愛期待，也講我對抗嘅夢想。等家下，呢節目當中來嗬，繼續來談下演藝事項，來談動人生當升級嘅問題哦。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咧 ，Rita 今半夜兒童大家共下來圖演藝事項，來圖了輕鬆人欣賞嘅新嘅作品，再次分享欣賞，欣賞好。大家好，有點好。欣賞今日同意了大嘴股嗬，同意談到了演藝事項啦，事項記，了兩本書之間嘅對照，還有兩本書其實你有買動到情感嘅線，還有除了情感以外嗬，本大家自家去梳理自家嘅情緒，也係講角色對你嘅咧。影響等等，去到地圖談到一隻當重要嘅教育嘅問題，升學問題啊！你講到咧升學，大家咪去到頭腦動痛，尤其離下全球因為疫情嘅關係，因為學校全部停下啦，線上學習，還有因為學校是講，你下半年，你講上半年嘅課程冇算，明年啊就講算。當然你係一隻過程，不過其實講到教育問題，從你自家做嘢，我係希望講。最好嘅成日做得到了最好嘅學校，明星高中、明星大學，一路順的上去，做得學到當多東西。也當然，你嘅期望，如果你自家第一做學生嘅時節，哇，當到時節會當迷惘，嚟講頭腦讀地圖上唔單淨係心機。可是，像你故事裡邊讀誒，阿姐嘅媽媽哈，自家讀書其實是偷真好，所以選到係阿姐嘅家譜哈，對家媽媽是有真高嘅希望，啊，喊爸做乜嘅做乜嘅，讓第一下一畢業，直到當然吼去北京嚟哈，當然到台灣嚟，嘅嫁到台灣來咧。是聽見者咧，我做媽媽，我咪當上先咯，所以佢是去到一個冇乜嘅成績，佢唔敢轉移佢家咩，哈，所以佢希望講阿姐，你係到台灣讀書讀到真好，係咪讀到個明星高中去？還是有面子讀到明星大學去，我將來轉去，然後阿姐嘅家婆講哈，雖然我自家冇成績冇乜嘅哈，可是我是我照顧到真好，讀書真強，可是對阿姐來講，佢讀書實在係冇講讀到當好啦哈，佢真聰明真強錯，可是真緊啊寫考卷啊寫乜嘅，佢知道佢自家冇興趣，而且有乜嘢都是同唔讓拍曬，可是呢佢就操作戲哦，做舞台戲，其實開始冇強容咯，哈，所以佢希望講，我係對戲劇呢方面係有咗表現，我啦國寶阿媽來學布袋戲來講哈，我做得真好，所以家爸爸係支持佢哦，家爸爸講，你讀書冇讀好唔怕啊，係咪咯？讀福卡買面是好啊，哈，買面就喊自去做戲啊，哈，家爸爸係態度係咁樣，可是家媽媽是堅持講。做唔得，你一定係好好讀書，所以可能小讀者啲未讀啊，咪會讀到咁樣嘅問題啦，哈！爸爸媽媽希望佢講，你認真讀書，其他人唔是講，可是佢知道，我對讀書是一般啦，哈！我做得甚至做得講還是好，可是我可能佢想去唱歌，可能佢想做乜嘅烘焙師嘅，好，佢有培養嘅興趣，所以對做得兩本書打開來講哈，也讓愛到社會用扮演去溝通，好突破難關。在線上，你自家告訴安東年哈，你一定看過當到冇強用天分嘅學生，因為特生演技嘅資質也講，佢專長冇強用。
哈，所以你看到哎呦，线上为持有讲，我最好是教導一群新激動活動聰明，我教導嗰種本一下傷腦筋嘅，干嘛？其實我知道我唔係安尼想嘅，我知道哈錯親嘛有的學生啊哈，前為讀書，佢唔是講我讀上講班咋，我這樣做，可能佢變現幾擺啊，佢真正當方面，佢是堂咧上課佢認真堂，佢是堂識咧，佢轉移可能複習一下佢是會咧哈，可是有的時候可能佢真正應用咩講佢是不開竅，想唔通，可是佢讀書讀唔好哈，可是佢可能佢有別的專長，係佢真嘅，是從人有的，就從還有的在古時地位讀的時候，佢讀書讀唔好，可是佢美髮對吧？佢讓佢編頭髮哈，佢看着白，其實走來走去了，佢咪動強，係佢咪輕強啊，好覺得從面走戲戲劇，好覺得設計，佢可能畫圖畫成這樣，可是佢數學真嘅做算唔出來啊，所以我知道哈，真嘅老天爺啊，真公平啊。佢本意嘛嘅，可能佢本意唔係講當為圖書，你一天簽得到一家當會嘅，當強嘅，所以我知道我接觸到按到學生啊，冇不見得講佢韓白台咧一天嚟圖書圖同樣辦嘅，韓白生活長會快樂嘅。所以你咩嗰種嘅當惡嘅學生講，你嗱係好好讀書，唔讀書我用辦咩嗰種，變到係下鼓勵嘅。我講我知道輕鬆啦，就是要有一定的水準啊，哈，比方說你我舉個例子，就是加減乘除應該唔會，韓白生活就唔會用到。我先講微積分開始冇去講一天會哈，所以我知道基本的你生活能夠用到的東西，好像至少你閱讀、看書冇問題嘅。其實郭老師講，我一天來提點樣一些人，開始看你做乜嘅，你的專長到哪裡？你的專長你來提點樣？其他，比方特生人講變頭髮變得很漂亮的，佢係可以開一個如果美髮沙龍啊，佢做得當好，咁咪好啊，係啊，所以我知道是，你係簽到自己嘅興趣，好好去發展。其他你有基本的水準，當然你要認得字，簡單的閱讀可以。我知道我咪冇講一天來用半夜啊。即係講成日係咪下鼓勵嘅方式，鼓勵佢用於表達自己嘅想。從你下我是知道真正用表達兩件事情哈，輕鬆啦。用嘴講，冇是用筆寫。你咁講出來，你樣做得有行動未？拍生意人會啲，啲係順勢推薦大家攞一本書《第三種選擇》。呢本書我自己其實看嚟非常嘅感動，尤其你下後大家講成人嘅教育非常嘅重要，個成人你是培養佢，是成全他成長，呢個都係用班嘅方式。所以條路咪又係講做得要懂得嘅選擇。其實兩本書哈，20年前寫嘅呢，楊班英按到第三種選擇哈，第一種選擇是同爸爸媽媽同台人嚟話，認真大量讀書，其他乜嘅唔是講哈。第二種選擇是我讀書冇用。哈，我楊班英讀我楊班英讀唔讀，哈，我冇去學校咧，我到處外面去晃，哈，出去到朋友圈啊，從了下可能打電動啊，楊班英街下按到飆車，前流去所以一天講我認真讀書，係講我完全冇讀書，中間兩隻極端中間有第三種選擇咯。兩本書討論嘅問題係咁樣，本大家去思考，你到底愛乜嘅？你做得去對口嗎？係，你一天嚟讀書，但係一天我完全冇去讀書，還係講你就基本嘅水準學到咧，我對我自家有興趣嘅東西，我嚟做專精去研究。我已經做得冇，其實講第三種，其實嘛有第四種、第五種，先同楊班英，你自家做得做最好嘅方面咯。你真正愛學習，按用你嘅概念咯想法，先會大下開的。無論你自家係學生，也係講做也愛啊，本身嘅合法嘅路，當然愛順行呵，小可固定哈，冇用強迫的。可能你係本基地，你有當多種選擇，選擇
之前因为了解俩种系嘛解，俩种系嘛解，爱做得做么，爱做得好么？你爱去到做线上做，然后提供安样的环境，并去多方面去尝试。你又到像，你哋写志愿的时间吗？写学校的时间，体育早学讲上写乜解课呢？你要先了解个地方如何乜解。系啊，因为啲啊，我讲等下做律师请好，做乜解，还有做律师请好，所以你一天来读法律系，读医学系，可能他不适合啊，他喜欢画图啊，他喜欢唱歌啊，他喜欢演戏啊。那其实唱歌、画图、演戏，每做得做到挺好啊。所以我去到给挺日前恩线并环境给他营造出来，让他了解讲，等下做乜解，等下做乜解，爱想去做乜解。所以呢两本书，无论是第三种现在20年前的书，也是最新的书，演艺史上都有谈到安样人哈。除了谈到安样人生的话题以外，我仲有线上有到巧思，所以讲在生活当中、情感当中，又加到少男的东西、日常的东西。譬如讲，地图写了动合适的。胡塔子，我可能是东上微信呢。可能你唔定嘛个按照胡塔子哈，其实胡塔子系北平该位哈，北京该位传统小吃。佢讲用个节瓜，外表看起来当像小黄瓜，可是佢当小黄瓜慢慢松软哈，用节瓜然后插切的哈，切细细的，然后用面粉。然后去煎，还是去两边煎？有点像煎饼哎，像煎饼然后吹从来的哈，叫伊去沾盖，你让它吞口水。都是会写吗？叫伊去沾盖啊，叫一种酱哈，蒜丝料、蒜头，韩国的酱油吧，好叫清很好吃啊！可是我冇食过。家给你六洋转移去啊！自家来做了胡塔子，韩国其实用了是的东西，味蕾没勾起了不开感。为什么会安排胡塔子的俩树的出现是很讲？阿姐跟妈妈妹从北京赶到台湾来嘛哈，因为去到自家表现冇讲当好，唔敢转移看家妹嘛，其实。去的，因为你去那个市场逛街时看到个节瓜，其实想到细时间是嘞，江妹走不进去嘞，其实在卖转来都不看，你不看快面牛肉面店啊，其实去到我来走家小吃，结果走出来当成功，当好事，所以阿姐跟爸爸是讲，你们嘛做得买了这样，可是对阿姐跟爸爸来讲，佢系张生意上的东西，可是对跟妈妈来讲，佢系爱细时间爱咩做不爱学的东西。该一头是一头电木机来哇！哎呀，所有朋友，你自家4年回头嘛，家哈，通常来做一下。等下到转来节目继续同大家谈到一段神奇啊，韩国先生的梦想系乜嘢呢？大家轉到福氣來嚟，節目呢個演藝史上嗬，陳淑儀先生帶來嘅新嘅作品嗬，談到當多嘅話題，韓國呢下時咧長教先生嗬，先生係講嚟推薦佢人生當中按到夢想嘅作品，請問先生係推薦你乜嘅書呢？其實你頭講了這問題是我想當橋因為寫書30多年嘞，拍攝先生，我問你呢一個問題啊，有啲殘忍，因為我自家係專業，哪種專業最好睇，大眾專業不都好睇，大本書都按好看。所以上嚟行愛上，還係推薦愛睇日本書，啊，民國80年之間，佢按到天才不老媽。你每天才老媽哦，天才不老媽。唐樹苗是只有動身體，佢有點走爆笑路線哈。佢下一家在VOCA 專職家庭主婦，佢去追求自我實現的狗商啦。佢下邊也是的VOCA 做主婦，然後
是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我故事里面的主角，他叫阿昌，已经国中1年级了。哈，你知妈妈勤好学啦，去创下为去学该学杂新的东西哦，比方说去想学做蛋糕，烘焙时间，阿昌老家爸爸是创下为是到唔系从上哎，冇是我本父的嘞哈，是到安嘅啊，冇是机会学打毛衣。阿昌老家爸爸是创下做嘅毛衣系2只潮冇平窗啊嘅毛衣。哇，最新的时尚，所以就容易啦。阿昌转来时间啦，跟妈妈是讲，阿昌来，坐下来，阿昌真紧张，妈妈你会做乜解啊？叫妈你做乜解？佢讲我根本嘅嗬，我切你阿博嘅啊，我學剪頭那麼，我根本嘅學到嗬出師誒，來你坐下啱嘅啫。阿昌講唔好啦，我操作係去讀書呢，等爸爸轉來你講到佢講，怎麼呢？人家爸爸根本嘅加班嗬，親暗轉轉來，我忍不住了，你坐下來我讓你剪。結果阿昌冇辦法坐下來，跟媽媽咔嚓，哎呦，吃到還不錯，還行哦哈。結果阿昌偏偏我甩開時間，躺到跟媽媽來講，阿昌，我同你介路賣毛嘅好咧。阿昌，為什麼做乜㗎賣毛啊？你小時候會讀書啊？聽媽媽講法對咧。可是你要走爆笑路線啊。不過阿昌媽媽學我們想學文學創作，想來走作家寫故事，給出去上課，出去走買時間，使到福卡的責任呢，跟起到婦女的責任就衝突咧。佢爸爸啦唔係反應啦，佢爸爸是會問佢講，你去上課，我都不是都是乜㗎？嚇，嚇，佢媽媽講，我會煮好上去。好，根本叫你去上課，你家下因為嘛請走下來，個捷運還蠻按普遍些。你去上課還是冇漢頭站一起哦，用我這個會坐公車。也就是說，有隻故事來寫講，傳統對於婦女的約束，我們喊起到大家跳講，佢係 happy ending。有隻媽媽我們要爭取到家老公啦來嘅支持。好，青音進去好，我們就得到文學獎嘛，就走作家嘛，等於範數來看。你聽我問講，老師你係演這個哈？我接下來想問，先生咧根本是係啲演故事哈，其實係動人的故事啦。咁個要正經用嘢呀？咁我以前來講一件事情就是愛欣賞哈，愛我的老公，我的先生，然後故事基本都會欣賞冇窮人。有乜嘢？先生會親鼓勵我講，你好嘛㗎，你去上課，機會在我去，機會當佢。其實咁講我自己嘛親緣分啦，我愛做嘅事情我係要認真做啦。講煮盤煮好，我就去上課，該正經嘅。哦，所以事實上，從你寫第一本書，民國80年。其實我第一篇作品出來係民國76年，我們就結集。變做出版的書係80幾，就都唔記得咧。該係九歌的兒童文學獎得獎的作品，主辦單位會把它出成一本書，那是第一本，叫做《天才不老媽》，九歌出版社。所以事實上，你自己告訴安東年，同時你用課餘時間來寫你的作品哈，用你的時間，當然你的時間咪唔難用啊，你可能是冇上麼？哦，正經該日報哈。從下就是我該行來講，我愛做老師，愛做老婆，還愛做老媽。該下寫我親寫，登記水太咧，我想做在開始寫。好，我們好記得好台咧，記得開始寫作業咧。那時候講你寫作業，媽媽咪有寫作業，是記寫記嘅，我寫嘅。所以你啲角色地圖你掌握得當好，你揾到個平衡點。我記得到頭先上一段講嘅，就的觀點是講。我自己喜歡寫作，所以我發現我可以，而且我也得到鼓勵，我得到得獎，然後出書，所以我覺得我做呢件事情，所以我出來上班，出來煮盤，嗰度就時間係什麼開始寫，我自己會去找嗰度零碎的時間來，因為我喜歡，我興趣是這樣。我只有當辛苦嗎？我想會常常會記沉下去咧。相思為啦，可是當你講，我啟動這個故事寫出來哈，
一家先看起到，还不错的时间，开始就欢喜嘞。我们好长高就读者莫是出版社出版了，得奖了，你会觉得那紧紧走在下，是很有力量嘞。所以我起到上一段讲青岛你自家有兴趣然后很业专长你是不是觉得再辛苦也值得？我觉得孙医先生係樂觀嘅人咧，因為從我發覺青島本書包含嘅演藝思想都是 happy ending。你一啲到本我非常感動，加講到情感嗬，你唔睇少阿婆，最尾呢佢拄到算係佢俩。最尾兩段時間，黃昏之戀，對，佢嘅親人，韓國落去做伴，用聲音做得強下行下去，強下去為布袋戲找到傳承來放範。一家係唔睇少，一家係做兩人工嘅，你兩聲音嘟嘟嗬，所以先生喜歡嘅是希望各特本書都有好嘅結局係嘛？然冇去聽係咁樣哦，像該柿子色的街燈啲咪都最尾阿婆嘛就睇嚟嘛，可是細我對佢嘅懷念和懷想很係，可是我有本書按到山櫻花，佢係兩隻故事，一張係新街仔新蓋嘅山櫻花，一張係草魚的眼淚，從木質哈，兩隻書啲咪都是係冇按快樂來結束哈，佢係兩隻老阿婆嘅故事啊。到生命結束的時間，跟眼淚會掉下來，該係好難過的結果。可是不管怎樣，我覺得在兒童文學的書50幾本讀哈，走得很難過、很傷心。可是一聽到一本讀者希望，讀該故事幾本讀，看得到希望。像緣起西廂幾本讀，雖然講布袋戲好。從因見到已經上映看嘅嚇，可是啲本讀嘅後上映，叫傳承下嘅。我部門就照安排啊，講阿姐跟媽媽本來係大學裡面中文系嘅學生啊嘛，我們跟媽媽知道阿姐演戲演得這麼好，我們阿姐跟媽媽讓個國寶阿嬤填修，阿姐跟媽媽寫劇本，而且有種安排未真好，而且都講雖然講可能因冇講當到，可是還係要後上。為布袋戲去努力，去傳承下來，我起到了係一種當好嘅希望。哇，看到希望嗬，所以我講孫醫先生喺處當樂觀。李夏先生還有冇個夢想想來追求嘅嗎？李夏是我從頭先講嘅，去到自己做得寫嘛，寫得也還不錯嘛。我希望我咋個努力的寫下去。其中兩隻系列啦。寫台灣阿婆的故事了系列，目前有2本嘛，一本係《春花望路》，一本係《緣起西廂》。我計劃啲本讀個還有3-4本，我希望我一家就該毅力，加油，讓佢完成咯。哇，新夢先生，今日帶來兩本書嗬，非常感動。第度呢又神奇嘅又感動，韓國呢本大家做得戲咧心臟嗬，原來咧係被鋪咧舞台戲嘅重症之後咧，你戲到街還有咧偶戲館，戲偶館還有偶戲館，不是就該紅了啦，紅了叫做戲館巷，可是你也就有興趣哈，新莊文藝中心嘅溜達就叫常設展，佢會展覽嗰個傳統的戲偶。當站嗬，所以呢本書推薦俾大家哦。今日新夢先生來分享，希望大家看到呢個新作品。新夢先生，再見。微新夢所有朋友見半夜來收看福喜來咧，推薦好書俾大家。大家係邀請大家聽林先生來做運動了，新夢大家講來了。